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约伯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马可福音第3章第7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跟随者。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有多少？我们并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我们知道有不少。根据圣经的记载，至少有5000人，以男人计算。若是以这个社会人口结构来算的话，约略有2万到25000人左右。圣经记载着耶稣基督喂养他们吃饱。今天的马可福音第3章第7节到12节的经文也如此的提到。这是在前一段记载耶稣基督医治人之后的记载。标题写着湖边的群众。耶稣和门徒过去加利利湖边，有一大群的人来跟随着他们。他们是从加利利、犹大、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对岸等地区，以及泰尔和西顿附近的城市来的。这一大群来找耶稣，是因为他们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人太多了，耶稣吩咐门徒替他准备一条小船，免得人群来推挤他，因为他治好了许多病人，所有的病患都挤向前来要摸他。那些被污灵附身的人一看见他，就俯伏在地他的面前，喊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严厉地嘱咐他们，不可说出他是谁。圣经形容这些跟随者是一大群，他们跟随耶稣基督，只是因为听见他所做过的一切事，他们感到神奇，想要来看神迹。也有不少人得到过医治，也有推挤要来想要得到他医治的人，也有被污灵附身的人，他们称耶稣基督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却非常严格的禁止他们去传扬，因为他的时候还未到。就如同一大群跟随者一样，他们几乎就是聚焦在自己的需求上面而已。这些人只是跟随者，他们并没有真心在追求，他们的信仰没有进步，因此就在遇到困难或是诱惑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失去了方向。约伯其实就是如此。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呢，他似乎也不太明白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就在他遇到家破人亡的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
他与他的3位朋友的对话中，就一直在抱怨，一直在寻找，一直受到冲击。他时而愤怒，时而可怜自己。他很多时候都在灌醉上帝以及他的朋友们。约伯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这样来形容遇难之后不久的约伯和他的好友以利法的对话。圣经说，于是约伯回答，但愿有人把我的灾难称一称，有人把我的愁烦放在天平上，他们比海滩上的沙还要重，因此不必因我的话出辱而见怪。全能的上帝用箭射中我，箭头的毒液流遍了我全身。上帝用各种恐怖的灾难击打我。野驴有了青草就满足，牛有了草料就不出声。可是无盐无味的食物谁吃呢？蛋白又有什么滋味呢？我对这样的食物毫无胃口，吃下去使我恶心。上帝为什么不照我祈求的赐给我？他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但愿他把我杀了，但愿他把我压碎。尽管我目前有深重的痛苦，只要晓得他要消灭我，我也将欢喜雀跃。我知道上帝是神圣的，我从来不敢违背他的命令。我究竟有什么力量好活下去？既然毫无盼望，为什么还要活下去？难道我是石头造成的？难道我的身体是铁打的？我一点自救的力量都没有，我没有可求援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约伯抱怨上帝不照他的祈求来赐恩，上帝好像也不听他的祷告，把他给杀了。好像上帝留他的生命是错的，让他的生命不是一帆风顺，上帝也错了。这个时期的约伯就如同那一些跟随者一样，不怎么明白所跟随的上帝。一旦遇到了问题呢，马上生命态度就转变了。记得那一群被耶稣基督喂养的跟随者吗？在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一部分就是当时候举着棕树枝大喊着欢迎的人们，后来他们也很可能是那一群在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大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们。当跟随者很好，但是不够的，因为信仰生命必须要晋升，要被再造，免得一旦遇到了困难就动摇了。诗篇102篇12节到28节。但是上帝啊，你要永远掌权，世世代代将怀念你。你要起来，要怜悯西安，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现在时机成熟了。虽然西安已被摧毁，你的仆人还是爱他，
虽然他已成为废墟，他们还是怜惜他。万国要敬畏上主，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上主重建西安的时候，要显示他的荣耀。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要为后代把上主的作为记录下来，让那一些未出生的人晓得颂赞他。上主至高的圣所俯视，他从天上观看人间，他垂听囚犯的声音，他释放被定死罪的人，这样人在西安传扬上主的名，他们要在耶路撒冷颂赞他。那时候万国要聚在一起，万民要一同敬拜上主。我壮年的时候，上主使我衰弱，他缩短了我的生命。我的上帝啊，不要使我夭折。上主啊，你的岁月无穷无尽。你在远古创造大地，你亲手造了诸天，他们都要消失，你却长存。他们都要像衣服破烂，你要更换天地，如更换衣服，天地都要消失。但是你始终如一，你的岁月无穷，我们的子孙将要享受安康，他们的后裔在你保护下也将繁盛。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得到救恩，成为跟随者。求主让我们更明白，信仰需要被造就，生命需要被改造，灵命需要被提升成为门徒，更要成为受差遣的使徒，好让我们能够抵挡诱惑，胜过苦难，来荣神益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